聘請黑工做裝修，業主係咪完全冇法律責任？今日又有一單黑工做裝修俾警察拘捕，應該唔使幾萬做晒全屋，係咪真係咁着數？首先講刑事法律責任，一經定罪，僱主或者指使工程嘅業主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50萬港元同監禁10年。係咪業主唔知情就乜嘢責任都唔需要負上？法律規定僱主有責任查驗員工身份，若果業主未能夠採取合理步驟確保工人可以合法受僱，例如未檢查香港身份證，即使聲稱唔知情，亦都可能需要承擔刑事責任。同時亦都有可能被控告協助同教唆罪，即使黑工係由裝修公司聘請，如果業主知情或者默許其喺單位內工作，亦可能被控協助同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。公屋住戶更加要睇清楚，如果係公屋業主或者租戶聘請黑工喺單位內裝修，一旦被定罪，房屋署極大機會根據租約條款或者政策，即時收回該公屋單位。保險方面，首先勞工保險失效，黑工無法購買合法嘅勞工保險，一旦喺施工期間發生工業意外導致傷亡，保險公司有權拒絕賠償。有可能承擔巨額賠償。若果發生意外且冇保險保障，業主作為場所佔用人或者潛在僱主，可能需要承擔數以百萬計嘅傷亡賠償金同法律費用。安全隱患同埋可能面對停工風險，入境處或者係警方執法嘅時候，有權查封現場並檢取所有施工工具。呢個會導致裝修工程無限期停工，且已付嘅裝修費可能因裝修公司負責人被捕而無法追回。冇安全保障，黑工通常冇平安卡、綠卡，缺乏基本安全培訓，施工質素同結構安全完全冇保障。最後我想講，一個響國內手工優良嘅師傅一定好多嘢做，絕對冇任何理由冒住坐監嘅危險過嚟香港做黑工。所以你聘請到嘅師傅一定係大陸冇人聘請，或者根本唔係師傅嘅工人。呢啲冒住有機會監禁嘅風險嚟香港幫你屋企裝修嘅工人，乜嘢手工都做得出，佢哋連坐監都唔怕，難道佢哋會怕你投訴？三木設計，內容可靠，售後完善，所有工程3年保養，ISO 國際質量認證公司。